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16日发布声明，以违反美国外交政策或国家安全利益为由，将多家中国机构列入其的实体名单。此外，还宣称应将美国零部件转移或试图转移到伊朗的军事项目中，对来自中国、格鲁吉亚、马来西亚和土耳其等国的机构采取行动。有报道指出，华盛顿对中国公司实施新制裁的原因与维吾尔族人权有关。在美国和北约之后，中国正式卷入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昨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会议时，宣布就两国开创合作新模式作出决定。会后，普京表示，两国建立了不干涉内政、尊重两国利益的新型联合合作模式。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称，16日上午10点前后起，4艘中国海警局船只相继驶入尖阁诸岛附近的日本领海，日方巡逻船只警告其离开领海。在2021年最后一次峰会上，欧盟国家领导人讨论了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的军事行动、白俄罗斯边境的移民问题、冠状病毒流行、疫苗接种增加、能源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等问题。17日为朝鲜前任领导人金正日逝世10周年，北韩民众必须禁止饮酒和大笑11天，以示哀悼。朝鲜前任领导人金正日于2011年12月17日因心脏病去世。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会见了阿塞拜疆总统伊里哈姆·艾里耶夫和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马克龙在他的推特账户上关于会议的帖子中说：“我们永远不会离开亚美尼亚人，我们一直在寻找持久和平的解决方案。”摩洛哥最高上诉法院周三批准向中国引渡一名维吾尔人。周四，世界各地维吾尔人在维吾尔团体的号召下，聚集在摩洛哥领事馆前举行抗议示威。据悉，近300人参加了摩洛哥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前的活动。埃迪热斯·艾山是3个孩子的父亲，是一名计算机科学家。自2012年起，他与家人居住在土耳其。他于7月抵达摩洛哥时被捕，并因恐怖行为被中国通缉。他驳斥了中国当局对他的这些指控，并保证自己从2012年以来就没有返回过中国。东突厥散信息中心前主席卡拉卡什先生就此事发表声明说，在西方国家支持维吾尔人的情况下，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对中国的暴行保持沉默是可耻。卡拉卡什提醒说，中国对维吾尔人的侵犯人权行为被许多国家的议会定义为种族灭绝。他强调，如果埃迪热斯·艾山被引渡到中国，等待他的是酷刑和死亡。